第一日，馬太福音1章22到23節，呢一切嘅事成就係要應驗主藉先知所講嘅話，話必有童女懷孕生子，人要稱佢嘅名為以馬內利。以馬內利翻出嚟就係上帝與我哋同在，意思係上帝同我哋同在，強調上帝唔只係存在，而係積極同人同在，親自進入歷史，承擔我哋嘅罪同軟弱。經文範圍出自馬太福音1章18至25節。馬太福音一開始就清楚表明，耶穌嘅降生係應驗先知嘅預言，呢一個係馬太整卷書嘅重要特色，要應驗先知所講嘅話。耶穌唔係人們想象出嚟嘅偉大人物，而係神在歷史中親自實現佢嘅應許。路德宗神學強調道成肉身，上帝親自進入我哋嘅世界，承擔罪同軟弱，使救恩唔再係人努力嘅結果，而係神主動臨到賜下嘅恩典。呢個亦都係我哋信仰嘅核心。透過洗禮、赦罪同聖餐，上帝一再保證佢同我哋同在。想象一個孩子喺夜裏邊做噩夢，喊住醒來，當父母嚟到床邊坐低嘅時候，即使問題冇即刻解決，孩子因為父母嘅陪伴就得着安慰同平安。同樣地，耶穌嘅降生意味住神唔再遠在天上，而係嚟到我哋身邊，喺我哋嘅懼怕同軟弱中給予同在與盼望。呢個就係以馬內利嘅真實意義。我哋一齊禱告。慈愛嘅天父，感謝你差遣你嘅仔耶穌應驗咗你嘅應許，成為以馬內利同我哋同在。當我軟弱或害怕時，求你幫助我，記得你就在身邊，永不離棄。願我因你嘅同在得着勇氣，並喺生活中活出你嘅愛。奉耶穌嘅名禱告，誠心所願。反思問題：喺困難或者軟弱嘅時候，我點樣經驗到以馬內利嘅真實？每日可以經歷到神嘅真實陪伴同力量呢？